宝贝的启蒙书，贝安斯坦熊，乱糟糟的房间。作者史丹·贝安斯坦和珍·贝安斯坦。当小熊们忘记收拾房间，他们最喜欢的玩具可能就会被扔进垃圾箱里。贝安斯坦熊一家住在熊熊国，他们住的大树屋就在阳光普照的泥土路旁。从外面看起来，他们家既干净又整洁。花圃里绽放着红色、黄色、蓝色的郁金香。房子的木工才刚上过漆，也修理得很牢固。草地都修剪得很整齐，菜园里的杂草也都拔干净了。就连筑在树枝上的鸟巢也都精心修整过。树屋里面也一样干净整齐，照片端正地挂在墙上，钢琴上没有一丝灰尘，厨房里更是一尘不染，就连地下室都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。如果你以为要保持树屋地下室的整洁很简单，那么你一定没有亲自打扫过。没错，贝安斯坦熊家的树屋根本就是整洁的典范。只有一个地方除外，那就是熊哥哥和熊妹妹的房间，里面简直是一团糟，四处积满了灰尘，整个房间都乱七八糟。在房间的一个角落，有个半完成的拼图，上面积满了灰尘。另一个角落里，熊哥哥的恐龙模型长出了蜘蛛网，熊妹妹的绒毛玩具则是丢了满地。至于小熊们的大储藏柜，这个嘛，打开的时候你最好小心点。熊哥哥和熊妹妹倒不是天生就这样乱七八糟的，他们也会试着保持房间整洁。他们会铺床，但大部分的时候是这样。他们也会打扫、收拾，只是没有那么常做。但麻烦的是，每次一要打扫的时候，他们争吵的时间总是比打扫的时间多。满地都是你的笨蛋恐龙玩具，叫我怎么扫地？熊妹妹生气地说：“那不是玩具，那是模型，不要动它们，我正在盖一个更新世代的基地。”熊哥哥抗议道：“是更新世代才对吧？”熊妹妹吼道。不只是熊哥哥和熊妹妹的房间乱成一团，连他们两个也吵成一团。他们总是为清理房间争吵，而没有好好分摊工作，同心协力地整理。常常小熊们还在争论谁该做什么的时候，熊妈妈已经拿起扫把，自己打扫了起来。熊妈妈也常常帮忙捡地上的玩具，这是她最受不了的，捡玩具，还有帮玩具归位。脏乱似乎不断地在累积，
直到有一天，或许是因为熊妈妈的背有点僵硬，或许是因为她踩到了熊哥哥粘模型飞机的胶水，或许她就是受够了这个乱七八糟的房间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熊妈妈生气了。她抱着一个大箱子，生气地走进了小熊的房间。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丢掉这一堆垃圾，她说。垃圾！熊哥哥和熊妹妹大喊，惊慌地看着熊妈妈开始把东西丢进箱子里。我的熊宝宝不是垃圾！熊妹妹尖叫着说。我收藏的鸟巢也不是垃圾！熊哥哥扯开嗓门大喊。两个人叫得越来越大声，最后连在工作室里工作的熊爸爸都听到了。熊爸爸正在帮客户定做的一批椅子做最后的修饰，他实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熊爸爸急忙冲上楼梯，探头进那间又脏乱又吵杂的房间。不用太聪明的人也猜得到发生了什么事。安静！熊爸爸终于让熊妈妈和小熊们注意到他了。他立刻就地召开了家庭会议。你们的房间越来越脏乱了，他说。老实说，这是我看过最脏最乱的房间。这样很不公平，他继续说。这对妈妈和我很不公平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忙。这对你们也不公平，因为在这么脏这么乱的房间里，你们根本就没办法好好的玩或休息放松。可是妈妈把我的东西都丢进箱子里了，连我的熊宝宝都丢掉了。熊妹妹说。还有我的东西也是！熊哥哥大喊。这时，熊爸爸想到了一个好点子。没错，箱子。他说，更棒的是，很多不同种类的箱子。一个大的玩具箱，让你们放大的玩具。我可以在我的店里帮你们做一个。另外，再做一些小的箱子，让你们放收藏品和模型。可不可以也做一个有很多洞洞和木钉，可以用来挂东西的板子？熊妹妹问。钉板，熊爸爸说。好主意，这房间就只是需要一点秩序。这房间需要一点秩序和一些规矩。熊妈妈接着说，像是多打扫，少斗嘴，还有不要把东西四处乱放，让它们积灰尘，生蜘蛛网。熊爸爸马上动手做了一个很棒的玩具箱，还有一个好大的钉板。小熊们和熊妈妈则开始整理玩具、书、游戏组和拼图，然后再把它们分别放进盒子里，最后把盒子整整齐齐地摆进了柜子，每个盒子都标示得清清楚楚。有些小熊的东西最后真的进了熊妈妈的大垃圾箱，其中当然不包括熊妹妹的熊宝宝，不过熊哥哥的鸟巢倒是丢了一些，那些又破又烂的。要清理这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可真是一件大工程。不过经过一番整理收拾之后，
终于大功告成了。哇！熊哥哥说：“这工作真是好不容易，不过很值得。”看起来好像全新的房间呢。熊妹妹说：“小熊们说的一点也没错。”熊爸爸果然是对的，住在一个干净整洁、井井有条的房间，真是愉快多了，而且更能放松。现在打开储藏柜的门已经没那么刺激，不过储藏柜变得更实用，而且好玩多了。